除了過去審問到美麗島政治受難者的安康接待事之外，全台灣互審定為不義遺址的所在，有的完整互保留，有的已經改建，包括真鬧熱的台北西門町的商場，甲真有名的五星級的飯店，攏曾經是審問關押，甚至是處決到政治犯的場地。這段台灣史上黑暗的過去，是不是會當繼續互重視，來實現真正的轉型正義呢？繼續來看。19層監獄形容那個地方的恐怖，不死也脫一層皮。鬧區的硬體都已經不見，不見得是實體要重建。這個每一個場所都是當時手無寸鐵的人們在裡面對抗國家暴力留下來的痕跡。為款改建時期，台灣承載着歷史上聽基地的場所不義遺址。你敢知影？就在咱生活附近，台北寬和高架橋邊飯店車來客去，這過去是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被逮捕，成做政治犯的起點。白色恐怖改建時期，這是當年的國防部保密局。也是調查局本部的前身，是當年逮捕民眾上關鍵的單位。不過，在1970年全球國立敗了後，轉改建做酒店。當時你在做什麼？請問有證件嗎？我們先去回報一下我們站前，不好意思。看到華視新聞採訪團隊來攝影，官方人員閣特別來關心。這擺的國防部後指部是當年讓人聽到會錯警備裝備武器。第1970年是用來關甲審問政治犯的感覺，到達又原是軍事管制區，非常神秘。這擺的西門町是少年人聚集的鬧熱商圈，畫面中這區是在白色恐怖時期保安處拘留所的原址，佔地超有2685坪，當時是秘密處決犯人的所在。所以也互稱作是修羅地獄。不過對政治犯來講，這個所在互因心驚膽嚇。在1950年代，舊地址青島東路3號這棟大樓是當時軍法處甲軍法局的看守所。這擺這個範圍也包括着5星級的飯店。改建做出名5星級飯店的場所是過去的軍法局，卡在軍法處也改建做國立棟大樓，這是政治犯審問的最後關卡。要槍決也是老外口，攏是佇青島東路3號決定，這會互政治犯稱作是鬼門關。生死就在軍法處做決定，死的就到現場。所以當時我們有一句話：船夫通刑場都是3更半夜，從你背後裡給你抓出來，就不知道下落。得到通知再見面，就在刑場溺死。蘇當時判有期或者是無期徒刑的人，互稱作判生，都會互帶去華山會武站送入黨服刑，或者是送感化教育。民眾定騎腳踏車來看日頭落山，這是馬場町紀念公園，才有一座紀念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的山崙。因為在白色恐怖大逮捕時期，當時槍決上密集的主要刑場是本地在南機場的馬場町刑場，也是政治犯在人生的最後一里路。到目前，當時互槍決的受難者也唔知有偌濟人。根據國家人權網站公告，
目前新店的目擊位置有40幾處，這歷史上廳基地的空間地景，真實記錄政治受難者所行過的路。到今，真濟目擊位置因為建築體消失改建，攏已經看不出原形。1962年送到喜來登那邊，到1968年才拆掉。在現在林森南路麥當勞叫南京飯店一個小吃店，就在開玩笑，我們將來蓋一座大飯店，沒有想到60年後，真的有一座大飯店，感慨。保安司令部也是軍備總部軍法處看守所，也是國防部軍法局的看守所。1967年就變賣，沒有辦法保存，不留作為一個不予遺址的所在，很遺憾。蔡寬珠也是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難者，伊佇2024年交過過往，2021年伊目睭打開過刀，掛烏前的目鏡，真無簡單，才佇政治受難者紀念碑的頂頭找到家己的名。有一個掛號，那這裡有拍2項，我是奧進攻，當時2度被逮捕，3度坐牢。大理石是黑色的啊，這個是判死刑的，這也按年代排下來。這邊開始就是無期徒刑，2個顏色不同，這個是灰色的大理石。對伊來講，目擊位置是佇當時伊受到國家遺款暴力，自由民主不再定為最佳證明。蔡寬珠洪冤枉講伊主張台獨，所以洪逮捕，監禁審訊，洪閉門口供，甚至叫伊講出佇黑名單頂懸那位國小老師的名。蔡寬珠拍死不講，去洪刑求。案情比較單純，沒有受到很嚴重的刑求，但是通電、插、手腳，這個是免不了。我也是受過這種叫背劍，沒有脫臼，這個2個肩膀還是受傷，用力從後面給我踢倒，我這個龍骨都斷裂。經過行政機關49層監獄形容那個地方的恐怖，還有一句話：不死也脫一層皮，恐怖的請求。這些政治犯當然知道這個是生死攸關。當年刑求的方式各有水落，將人關入去敢若100幾公分懸、半皮大的空間，內底灌水，水會淹到頷頸，未卡節也無再調劑，也是體，若無就會毒水。鼓不打不響，人不打不招，便是這個原則，去打行招。刑求五花八門，以真是主角，這個是小兒科。電話線通電，灌辣椒水、老虎凳，這些都基本。把你渾身澆糖水，讓螞蟻在集中咬。這目擊位置佇全台灣攏找到，可能有過了8隻，擱咧繼續審定公告。1949年
到1954年之間，當時保密局這個大量逮捕這些異議分子所謂的政治犯，他們需要一些關聯的地方。如今這條線真濟攏破敗，為協備準備改建。隨着受難者歲月歸往，台灣威權統治的腳跡恐嚇也漸漸消失。實際調查下去才發現，很麻煩的是，有的已經幾乎沒有遺構，那有的又在軍方的場所，還在使用中的新店戒治所，那裡非常重要。黃信介、雷震、那蘇東啟、陳英泰都被關過，甚至雷震的手稿90年代還在那邊被燒掉。先來跟法務部談，你是不是做專案性的開放？法務部當時反映說，可是這會對他們人員造成很大的困擾，監獄使用中。台灣對威權走向民主，是千萬人經過死亡甲犧牲，才總算下鄉自由的競爭。在台灣這個土地回響，要後悔逝過的所在，有妨保留甲復原的必要。再走過去的空間呢，其實就是押房區還有放風區了，也就是羈押政治犯的空間。當初的金總軍法處看守所，舊地址被原地保留，也規劃做白色恐怖警備紀念園區加國家人權博物館。重現當年監禁審問的過程，讓民眾參觀個導覽。啊，那已經無存在的補給位置，會當參考國際做法。看到那個集中營，看到滿間都是頭髮，滿間都是眼鏡，你一進去，大概整個雞皮疙瘩，真的就人都會受到很大的衝擊。但是他們這些都保留。奧許維茲那個集中營，那是在歐洲，那是最大的集中營。我也去看過，那我有一年我去南非也看過，當時監禁南非總統，整個他的當時的那個雷本島，那我都看過，他們一樣都保留，然後讓大家知道，說民主化的過程。納粹的集中營叫奧斯維辛，保存的非常完整，包括怎麼毒氣室啦，包括怎麼火車送人過來的那個鐵軌，各方面種種都還在，不易遺址的存留，跟那個作為一個人權教育的一個重要基地，我想具有這樣的一個價值。總統府對面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是2008年第一座，也是唯一由中央所設立的國家級紀念場所。甲總統府小對象是要提起台灣珍惜打拼爭取來的民主甲人權。這段歷史有人存在，場景改變，人貌不存在，就沒有這段歷史。有空間，才有故事。台灣的民主進程在血淚甲犧牲中繼續推進。不計為此留下來的歷史腳跡，每次在烽煙蔓草中發出着批評。國家暴力侵害人權的黑暗年代，未使被遺忘。合理啊，歸回保存，反轉面貌，也才會當實現轉型的正義。